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我们常常会讲，在吃东西的时间要有色、香、味，但是其实我哋得注意到，也个味道好唔好嘅时间，我哋要注意嘅係也个食品安全一部分。我哋今日有請到係我哋屏東科技大學科技農業學位學程嘅助理教授，我哋李必強博士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講到底擘嘅按照食品安全，同時我哋咧托一啲食品嘅時間，按樣我去看，而到嚟做嘅好唔好？我哋馬上歡迎我哋必強博士來到我哋現場，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來自尼埔嘅李佩璇。今日各位朋友來到我哋嘅節目，冇人嚟接受我哋嘅訪問嗬，只是講睇節目嘅一開始，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睇約講一下講，你在而家做嘅工作係乜嘅？按以前做乜嘅會想要做一份工作咯？我以前就是學食品科學的，然後那個時候對微生物很有興趣，所以才會想說再進一步針對於食品安全。然後這個衛生方面的部分的話，再進一步去做研究。一般來講嘅話，我哋早期談到食品科學，我哋談到其實係等於食品添加物。你講幾時間我哋研討啦，嚇，幾個研討入邊談到食品科學，咁就講如何樣用最簡單嘅最成本最低嘅方法，做出最強嘅味道。但是喺咩幾年食品科學也係一啲。能夠兩個領域換過了，是不是？對，以前都只有食品營養，大家比較常聽得到嘛。現在食品科學包括了，其實我們在一些像烹飪啊，還有發酵產品的時候，也涉及到一些科學的一些變化。那我們在客家，其實傳統的客家的福菜也是一樣，經過了一些微生物的發酵，然後產生一些乳酸菌啊這一些東西。所以其實以前在這些食品衛生與安全的時候，老一輩的人都知道怎麼樣去做一些防腐，應該是不算是防腐，而是說抑制一些微生物的生長。所以我們會常常在一些像醬菜的部分，我們會用鹽巴或者是用糖去抑制一些微生物的生長。嗰時等於如講，其實以前我哋嘅食物地步有幾多，其實都同我哋嘅微生物有關係。好，嗰時但是我哋早期冇提供係乜嘅原理啦。因為我常常都講啊，啲米白嘅福菜啊，用啲高粱酒啊硬嘅節，啊講你怎麼用嘅咯？唔幾塊節，我要幾塊拿。後來預備的先生講，其實伊係減少講，我哋講接觸的面積，嗰時佢唔會壞嘅。嗰時人當初以前睇你講，啊當然高粱就會硬嘅嗰項拿到，唔知咁唔可能講在一天之內的硬嘅來做，嗰時都變成講，以幾塊節啊幾塊拿嘅，安尼幾尷尬嘅情形。但是因為更加有新的技術的，可以唔用安尼講嚟吧？其實以前是因為瓶子不容易入手嘛，然後以前玻璃瓶是比較好保存的。對。那在微生物發酵的時候，我們常常講的一些醃製物的話，其實有比較科學一點的講法，是有厭氧跟間氣厭氧的那個微生物。所以其實老一輩的那個先進們都知道這樣子的方法。所以雖然最近這幾年釀造的一些製程有改變了，所以但是你去看一些房間的，大部分我們還是選用玻璃瓶比較多。我唔錯，可是你如果講老一輩的人，伊都提乜嘅厭氧，你真是提伊能提哈，還是講如阿婆伊阿媽媽教下來呀，如按嚟處理，但是伊其實唔提。原理是什麼吧？因為就像剛剛您說的一樣，就是接觸面積氧氣過多嘛，然後會有一些空氣中有一些落下菌嘛，然後經過一些老一輩這樣子實驗，應該算是實驗來研究，然後發現我如果大面積接觸到空氣比較多的時候，我的醃製物就比較容易壞。那因為瓶口比較小嘛，所以接觸氧氣的面積就比較小，所以經過這一些試驗之後，大部分都會覺得說，我們選用瓶口比較小的會比較好。咱頭先有講到講食品安全啦，或嘅農業化學啦，好記得，還有個微生物學，佢其實一三個題，我哋講食品嘅一啲兩個地方都係以有乜嘅無窮嘅角色咯。
像刚刚举例的那个我们客家的福炊，在田里面种植种完之后嘛，有一些像农药的残留的一个部分嘛，那我们经过清洗，然后把一些水溶性的农药清洗完之后，这个是属于农业化学的一个部分哦。那我们在食品加工微生物的部分的话，是在中间后段的一个部分。那我们把一些生鲜的一些蔬菜，然后清洗干净之后，然后再去做腌制的时候，其实这都是环环相扣的。然后呢，因为天然的蔬果里面大家都知道有一些天然的微生物，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的乳酸菌，还有一些霉菌，还有那个酵母菌的部分的话，都可以促进那个腌制物的一个成长。对。好，嗰就等於如果其實我哋以前。我哋咧算是講我哋客人咧傳統嘅菜地位，譬如講我哋福菜、鹹菜啦，吼，對芥菜變成鹹菜，後變成福菜嘅過程地位，其實你像同都講嘅，一開始我哋可能田地位有農藥，嘅部分都屬於農業化學嘅部分。係後來開始就滷嘅時節，因為有細槍以後都開始就滷嘅嘛，吼，替把滷變成對芥菜變成鹹菜，鹹菜呢變成福菜，嗰就。芥菜變成鹹菜，鹹菜變成福菜，一個地步嘅菌係相同嘅菌哈。不一樣的菌株，對。醃製它的時候會控制它的一個，我們說簡單一點就是酸鹼值，我們常常聽到的 pH 值，這個部分的話可以控制菌株的一個生長。好，嗰時等於講。我哋講唔係錯嘛，嚇！但係講喺唔同啲專業都等於講，唔按用嘅去測到以最好嘅酸鹼值，然後不用唔得愛嘅細菌去成長，不用唔得唔愛嘅嗰種我哋講壞菌去抑制它。對，早期是用經驗啦，嗰時你嘅經驗會變成講會教我哋嘅創傷。去測試它的酸鹼值，好，希望講真正我的 OAC 嘅好菌是可以去過順利的生長，我的唔好的細菌也可以被抑制掉，是這個意思嗎？是，因為每一批我們的蔬菜、芥菜成長的時候的那個環境不一樣嘛，所以每一次其實在我們說的食品衛生與安全的時候，前面管制點非常的重要。然後我們在教導輔導廠商的時候，都希望他們在原料前端的時候就必須要有安全的管制。好，因為真正我們常常會想一件事情，因為有時間每一年種嘅情形無同樣，好，尤其係對天空、北方來時間，這個芥菜每擺嘅情形不無同樣。嗰時按樣啊去搞一點變成講無同樣嘅一啲條件種出來嘅一啲芥菜，那樣啊去把伊啊俾樣講。品質變得個同業，可是也還有一定的步驟沒？對，有一定的製程的選擇。對，可是等於如果你也係幾代我哋平農國際大學來我哋講來任教以後，你喺度從事都希望講把一啲技術，甚至一啲觀念幫我哋咧創上啲，表現嚟講，一定咧喺買產品可以個穩定，同時個安全。對，是因為其實在屏東內埔地區這邊，其實有很多比較中小型的一個釀醬的一個廠商，其實也是就是從阿婆開始傳承下來的一些老經驗，但是到了年輕一輩，不一定是學習食品科學相關的一個繼承者嘛。所以我們現在在輔導的廠商的時候，都會教授他們，如果你固定一個製程的話，將來你的品質就穩定性會比較高。你頭先講到我哋講內埔嘅釀醬一部分，也係一個計劃咩？這個是一個計劃，一個政府嘅計劃，同學校同所合作。但是其實學校嘅角色係乜嘢啊？學校的角色就是做一些輔導，然後還有一些技術上的一些指導。對，然後未來的話，我們也希望培養一些學生去從事食品的加工的方式。部分會重要嚇，因為其實我哋有一陣我哋去訪問到，譬如講我哋做體育嘅，其實伊哋嘛幾擔心講下一擺冇人食，好一部分，但是有部分我哋對香港嚟講，我哋規到我哋一開始前面咧，唔能講輔導，喺輔導過程地方，因為其實伊哋幾度本地都係創傷嘅呀，按的輔導是輔導嘛個喏。輔導的部分的話，重新再把一些製程，因為有一些在傳統的製程上面，其實我們一直在探討最近這幾年食品安全
很严重的问题是，像之前某一些像菌株，那如果天气太热的话，放在外面太久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毒素。那老一辈的人会觉得说，东西好像很浪费，然后就放在一些室温哦。那我们在辅导厂商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跟他们说，在一些像降温的部分的话，你放在室外的话，也是会有一些食品安全上的一些危机在里面。但是有时候想讲，其实像伊屯常常讲的是，伊能要接受下，伊要讲我哋以前乱嚟做啊，嗰种读书读嘅路可以讲下等下。我们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其实第二代在接班的时候，也是常常会遇到跟上一代的一些沟通的问题哦，他就会说，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做，也没发生什么事情。那现在因为最近这几年食安问题越来越严重了，然后其实少量的毒素我们看不出来，然后每天吃的话，常常食用的话，其实会累积在肝脏里面。对，所以我们在辅导厂商的时候，都会教第二代的时候，你们需要注意哪一些地方。就是用一种科学的精神来做食品安全，其实对于我哋早期的伊啲技术来讲，我讲唔系讲可以推翻早期的伊啲想法，其实係去讲，也为早期的技术地方有某个地方可以慢慢的改进呢。其实下我哋下段节目为嗰度过精彩故事哦。翻过来，福起来嘅，上节目来自我哋屏东科技大学李炳强博士来到我哋现场，同我哋分享讲乜嘢食品安全，同时要注意嘅事情。从头到已经有讲到讲，其实你有一啲基本按到内部养浆嘛吼，那马蹄无像譬如葡萄啦、吼白胶啦，同时还会行食部分有无同样嘅一啲基本。咁係咪同人哋观众朋友睇約講一下講，都係內部養漿以及教嘅基本內容係乜嘅，同時希望達到嘅目的係乜好冇？其实是希望辅導就是客家的一個釀醬的一個特色。那這個計劃的話是輔導我們宣傳一下，就是內埔地區的合作的一些廠商，然後希望利用這個品牌的名稱，讓台灣甚至到全世界知道內埔釀醬到底是有哪一些東西。也部分的好像長毛，因為頭頭有講嘅三個重點，第一個重點嚟講，第一也係算是我哋南部客家地區，因為南部客家地區路六對嘅嘛吼，咁第二都講做乜用內埔嘅代表也係咩樣嘅咯？係講因為講唔知個輔導嘅廠商，大部分都係內埔嘅部分哈。对，主要還是大部分都是在內埔地區比較多，那有少部分還會在是高速地區。對。但是我剛剛有談到第三個重點，講唔能希望講下一輩也變成一啲品牌，好代表我哋六對客家地區，尤其係內埔地區嘅一啲，可能算是釀造的一個品牌。希望講唔單止變成一啲台灣有名嘅品牌，甚至可以變成世界有名嘅品牌。是，那因為其實內埔地區有很多傳統的一些釀造的一些公司，那其實只有客家地區的人才會知道。那我們也是希望透過這個部分，然後再去做一些更多一個創新。那因為內埔地區其實我們這附近的話最有名的就是鳳梨嘛，然後還有一些黃豆製品的一個部分，所以才會特別用內埔這個部分，然後去做一些品牌的提升。我們講其實將我哋高雄、我哋高雄嘅鳳梨醬啦，哈，其實我哋喺呢部地區幾多年會滷鳳梨醬，好，然後同時我哋做泡菜啦，哈，幾多。但是我想問，因為其實品牌嘅成立一件事情唔係一啲簡單嘅事情，就像頭先我哋一開始有講到一部分，你講睇人家品質嘅部分都愛睇能好。好，尤其係開始顏料嘅部分，我真係開始去攪嘅時間，譬如講開始去發酵嘅時間，
因为有更加有几多的创伤，本来如即个如迄个，有的8公年的创伤，咁唔得按你去搞一点发酵的时间，你用的一种角色，我讲用的一种方法去必定接触到，你用科学的方法去测试到嗰种菌种的一种技术咯。其实我们比较常跟第二代接触，第二代在酿造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有发现，我们传统酿造的方式的时候，会每一次的品质都会不稳定，所以我们也是透过第二代去跟第一代，甚至在前面一代的阿公阿婆去跟他们去做一些沟通。其实现在的部分的话，都改变了一些生产的制程的时候，然后销量也上升了，让前面一代的也很放心。所以我们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些改善跟沟通。其实对于最现实的啦，哈，还是真的要做俾人看。对，好，做这个第一要做俾人看，哈，听你讲做出来比人个好。对，同埋哈，第二個啲我哋咧同時個問題，好，冇像有時就落雨啦，冇嗰個鐵閘嘅時做出來嗰種成品冇到共樣。第三我都講，你真係要有存到錢，對，係最現實嘅東西。因為其實有時上一批我因為講啊，做得多，以為冇嘅東西，最尾冇賺錢。好，因為成品係最生理係嘅最現實嘅東西嘛。可是睇入去過程裏邊，有遇到各種最困難嘅事情。有啊，就是刚刚说到，如果要改善这些制程的话，第一个要先买设备嘛，要先投入一笔钱，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跟老一辈的沟通的时候，我们现在有一些像政府部会的计划，然后辅导他们的时候，多少也会有一些经费到厂商那边去做一些设备的改善，然后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去说服第一代。啊，能够直接说好了，好说服吗？不好说服。那怎么办？慢慢沟通，对，其实就是像他们，就像刚刚之前说的一样，他们看到了，改善了非常的多，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是产品让大家消费者知道安全性高的产品的话，会让前面就是应该是说我们第一代让我们比较放心，对，我从来会的问题讲，第一代同第二代对产品的看法係咪冇共樣啊？对，是完全的不一样。用我講咯，像第一代的话比较喜欢传统的风格，然后第二代的时候会带入一些像最近这几年比较流行的一些文创的特色，对，然后会把一些原本自己在家里面一些酿造的一些特色的一些器具的话，带入到设计感里面去。其實也可以理解，因為第一代來講嘅話，如果真係都靠入位來學太細，嗰時候也希望我第一個有產業按穩定，好同時以這個國人嘅味道，好，比如講入位腳頭有位頭有創這個味道，吼。本來也可能也5-6年來，亦都堅持也味道冇變。但對第二代來講嘅話，你希望講可以個停頓其他新的潮流，甚至講睇下人的需要，甚至講變成一種文創品嘅部分。咁第一代同第二代取捨嘅時間，那選擇哪？我会选择第二代，因为第二代比较有一些新的想法。那我像传统的酿造酱品的部分的话，他就会说，我只要做酱油就好啦，其他的产品我不需要顾虑到。但是如果新的第二代进来的时候，他会想说，我们酱油除了这个特色之外，我们还可以利用在其他不同的调味品的开发。但是錢卡嘅係第一台上好啊。對啊，嗰個其實有種東西真係，我頭先想講，因為其實用一啲學識的一啲角色去我哋講唔係講介入啦，去參加一啲品牌改造嘅部分，因為其實對幾多商業來講話，品牌改造一件事情係商業模式。是。但是你係一啲學識單位，其實唔夠注重嘅係技術嘅部分。等於你講，其實你要分一啲生去改變一啲對於一啲產品嘅一啲想法嘅事情，其實對於一啲學識單位來講嘅話，係咪啲幾困難嘅事情？其實我想我冇咧呢一件事情啊。是啊，是很困難的事情。因為你不
本来学术单位本来都在技术上面的改良吼改进，但是因为一般来讲品牌係伊的专业的技术，伊要有一啲人专门去市场分析啦，哈，产品分析啦，然后去游说他们去做那个，然后最慢那搞不能用技术的方法去批，但是人家看好了也要所有的工作变成的算是伊的技术人员、技术的专家来去包一件事情。像我哋今日现场有几多我哋带来产品嘛吼，我哋喺咩时候我哋观众朋友收解下讲，出个产品地位有乜嘅很这个影响过什么？如果我同我哋观众朋友收解呀。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因为我是内埔人嘛，然后我们内埔最特色的是豆豉。那元丰行刚好是我们在内埔地区，特别是丰田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小时候就常常吃。新北市个有名的豆豉铺店，我哋万岁无同的时候，记得我隔壁个同学就是豆豉铺呢，我想讲，有暗好食真是几好食，也豆几香吼。对，很香。每一家都有自己不一样的特色，但是元丰行的那个豆豉的风味真的很香醇，然后吃完之后还会带有回甘的风味。譬如讲，像我哋已经本来如果有名的一个店的，我用的一种角度去说服他感染的地方咯。其实我们都比较常跟第二代沟通，第二代有自己的新的一个想法，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现在新的一个包装，我们就是跟第二代沟通之后才创第一个新的包装。以前我们的包装上面就只有特别写，画一个圆圈圈，然后是写什么样子的品牌嘛。那其实现在希望吸引更多年轻的族群来的时候，其实第一代也接受了这样子一个想法。係啦，以前其實我哋講嗰色彩基本上係也公版啦，經人推嘅公版，後你哋推喺上面，然後變咗慢慢哈，然後都用一啲我哋講書呢啲太紅了，但是人家看好了也要設計師差幾多，但是一部分的話，也要技術嘅部分有改變。技術的部分的話，是有稍微的在製程中改變，對。改變的部分是因為怎麼咯？因為其實傳統的時候，就是我們把那個托斯布曬乾之後要包裝的時候，都是人工包裝。那要省很多力的話，力要改變一下製程的一個部分。對，那同樣也具備了食品衛生與安全的一個防護。係啦，冇用咁多人力，然後有時人數有幾多細菌，可能你這個種好好的豆豉布，你一命去，可能有個較會壞喺度。那但是其實我從我講，以前的豆豉布嘅鹹度嗰種鹹，現在嗰種冇咁鹹嘅嗬。對，現在的人大家都知道喜歡少鹽少油的部分，那就是現在的豆豉布都比較淡一點的味道。但是問題係講，以前我按鹹是都係因為講，以前如果是鹹是講，其實鹹這件事情加了鹽巴這件事情，其實也是防腐的方式之一呢。是你說的沒有錯，其實就是防止一些我們簡單的來說就是不好的菌株生長，抑菌嘛。但是問題係講，人家講邊冇按鹹的時間，是不是也代表了以夠容易壞呢？其實以前是老一輩都會覺得說放越多鹽巴越好，那我們就比較不容易腐敗。對。但是為了最近這幾年健康生活形態越來越高的時候，我們就是能夠可以控制剛剛說到的酸鹼值，對，然後可以讓這些用最適當的鹽分，然後去控制它的一個生長。然後在消費者在攝食的時候，也不會過多攝取鹽分。等於如果我哋有新的技術可以幫，唔是再用完全靠養分去做防腐，冇得講，能夠抑制細菌的一個方法，我哋其實有配的方法可以，但係嗰時我哋如唔使用到按到鹽。是。嗰種食品科學唔單止可以幫我哋食得個安全，同時嘛可以幫我哋食得個健康。就是下我下一趟我哋博士教，讓我睇錄卡去錄廿杯醬汁，我哋下一趟節目馬上過來哦。
翻过来，福起来耶！上一节目来自我哋屏东科技大学李培祥博士来到我哋现场，同我哋分享讲女仆娘中也会几百个一啲内容，还有也会产品。像同同已经了解讲我哋偷师傅嘛吼，因为其实我哋现场咪会贴起咧偷油粉，对，做乜我有偷油粉也会产品？之前我们都常常直接用酱油，酱油是液体嘛，所以携带很不方便。所以我们的新的第二代就想说，我们现在小家庭也越来越多，大家最近这几年好像都很喜欢去露营嘛，想说看能不能开发一种携带方便的一个产品，所以才会有一些像酱油粉的产品出来。系因为有时我哋，譬如讲有一站我哋常常讲也要偷油无加防腐剂，可是其实咁种偷油可以冇不用变上地步吧？因为其实我发现呢，米头会变质。其实以前啊，就在传统的时候都喜欢说酱油就有放防腐剂。其实刚刚一直在说，酸碱值，然后控制水活性，其实其他的微生物都比较不容易生长。对。可是等于如果其实变成偷油粉，一方面其实伊个好保存，哈，因为像唔咩一罐一罐嘛，对，系天气都真是个好带出去。但是问题係一般来讲，偷油粉安样用？我们现在开发了一些新的一些料理的方式，比如说像拌面的时候可以加，或者是你在家里面炒意大利面，还有买一些无盐的洋芋片啊，这些撒在上面的话也都可以使用。但是烘了很用的米汤咯。吃起来其实就是像酱油带一点点大豆的一个香气的风味。个人係上多法，咁比如講我哋常常我講我哋食沙西米嘅時候醬偷油。对。剛才係咪可能係咪是沙西米嘅醬一些，也咪是偷油粉？可以試看看。因為你就佢特別講，你咪有啲辣米偷油，辣米偷油粉。是。好，等於如果其實因為我哋以前做起，而是到辣米偷油，其實。我有特別的開發的一啲商品啊，但是你看有一啲辣米偷油粉，咁而佢最適合用來做嘛咯？其實都可以在家裡面，其實炒菜的時候拌面啊，像剛剛說的拌面跟意大利面這個部分，甚至我們的客家傳統的花生豆腐也可以試看看。哦，係呢，嗬，因為我哋以前的飯頭豆腐全部帶下全部倒偷油，嗬。對。有時一下倒鐵豆油，我哋慢慢的偷油。對。哦，真冇想到講偷油粉係按嚟用嗬，變成講伊可以天嗰好大，天講伊可以，用一度量可以即個值，嗰個值。對。哦，咁其實吧，有某個產品能同我哋紹介咯。我們還有那個素食的蠔油醬，對，然後是用屏科大的薄鹽醬油去開發出來的。可是變成用宅嘅時間啊，等下講嚟講食宅嘅人的話，伊都可以嘛，可以食到安那蠔油嘅米湯。因為頭先有講到講低鹽醬油嘅部分，因為我以前都以為講，佢都鹽冇不用按多啊。後來伊哋告訴我講，鹽唔係咧，係技術咧，也是係個專業嘅技術咧。你要我講鹽冇不用按多，同時地波細菌唔快嘅細菌唔好烘喎。我講你啊，嗰度講，如果見到鹽我都冇不用按多都好呀。沒有，這個其實就是傳統的一個食品科學的一個方式，控制水活性，然後控制 pH 值。那屏科大的薄鹽醬油其實是台灣第一瓶的薄鹽醬油，那也是一樣，就是朝於健康的一個方向，對。嗰時等於講嘛，骨頭也會口感，然後同時鹽冇用咁多地方，其實也help到係一啲幾科學嘅食品技術。是。就同我哋講，因為我意思我講唔妥講我哋算是女僕嘅幾有名嘅，我哋豐田嘅啲偷師傅，我都意思想講，而家偷師傅同埋保安太薄，按太乾，應該偷師傅按用嚟使用嘅咯。現在那個偷師傅應用在很多廣泛的一個部分，像有時候我們剛剛說到的調理意大利麵，然後我們需要其他調味料，因為加到意大利麵之後，它就會帶有鹹味。然後豆香味都會跑出來，那我們在煮一些像湯品的部分的話，也都可以用到。哦，係哦，因為我冇想到講可以用，譬如講做意大利麵是可以㗎，但是你一講，我攞發現到講，冇唔錯嘅，加種講，而這個本體啲鹽冇安重，聽你講，而這個有一啲技術可以保留過，而這個原來太透米湯嗰時，我覺得其實嘅麵。
其实它有香酥也味道出来，系啊，因为伊早期本来都还算是伊个最有名的伊个产品，也要产品的味道最好。可像唔定也拜参加也要女朋友种以来，那辅导差不多一度会冲教啊。辅导8家厂商，对。咁一8家地方出嚟讲，有啲技术的改良地方，因为有看到嗰种有啲产品的包装嘛改变的，也马上人的几百个内容嘛。对。我们辅导协助厂商，然后其实跟我们学校的木材科学与设计系的学生，他们自己创新创业，自己开公司，然后学一些设计，然后带入这些包装里面，也是让我们的学校的毕业生，然后可以接触一些传统的文化。係，因為一部分都睇到講，頭都有講到幾百地方，有一部分係皮用，吼，我哋講算是業渣啦，冇得講皮用對也要行業有興趣嘅，我哋講咧海豚人強嘢。從一部分嘅話，伊係算是一啲開辦書科，還是講係算是我哋去專門去皮用，也要業渣地方嘅天一推第三推咯。我们其实这2个部分都有，在学校培养学生未来进到业界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请业者来学校上一些课程，然后都是免费的，然后去辅导他们。哦，天意都講話，等你學生嘅地步去，可以輔導到伊哋做業渣地步去。好，天意都講同時嘛，用長嘅業渣到學校地步去，好，提等分析，只是更加嘅行業地步很用啦。但是因為初中我哋幾多講啊，因為有一啲具體嘅話，伊都同我講，伊真正因為講，伊哋要潛到下一團人去做嘅，其實有啲因為我有工作其實幾缺。對，很辛苦，因為每天都要翻釀醬的部分。對，然後感覺到講也係一個佢傳統的行業，因為其實其他人強嘢，我希望講工作地方嘛係佢有潮流，係。可是我可以理解，怎麼天意在希望講帶入一啲文創嘅一啲特性啊。可是因為也算是我哋台灣釀造業的一個未來嘛。是，對。就是沒有錯，算是結合完全不同的一種異業的方式。是因為我們也不會想到說，醬油可以應用在其他像法式料理。那我們的偷師傅最近我們有開發一些抹醬，放在那個法國麵包啊，或者是一般我們吃的吐司的部分。因為本來台灣味道都幾重嘛哈，可是做成抹醬的話，咁一等於如果也要整個技術上面就要改變了呢。是，好，因為冇辦法再按照呀，也要是要把它打成像泥的樣子。其實直接用傳統的這一個偷師傅就可以直接變成泥狀。但是如果冇辦法不用按照啦。對，就是改變一下製程的一個部分，讓產品多樣化。咁有部分天意台嘅就可以接受嘛？都可以接受，像我們最近都有去一些國際美食展，那消費者其實還蠻能接受不一樣的一個風味。係，因為傳統嘅一般嘅我哋行業來講，我哋提供傳統嘅技術，嘛傳統嘅產品幾好，但是讓我把我哋傳統嘅產品變成幾多樣嘅東西，其實對其他人來講，一定技術有限。好，可是只是一部分都我希望講啊，等咧算是我哋學識嘅可以去多天數做技術的開發一部分。佢其實我相信我哋觀眾朋友看到件嘅意思，就想講，你多唔係教我哋用嘅，都教用嘅去種詞嘅算是我哋嘅講詞啦哈。一部分的話，一般來講我哋用嚟準備啊。其實準備新鮮的生薑。新鮮的生薑，對，哪個時節的生薑過好啊？其實都可以，因為每個人喜歡的辣的口感不一樣。有人講過8月2號吼，給土地公，我哋講北公生意係會講陌生的。是因為其實就是前面下太多雨了，水氣比較重。對。咁我哋講買肉薑還是買枝薑啊？都可以，其實剛剛說了，就是有的人喜歡老薑的一個口感，大部分都會用嫩薑比較多。咁買過來要曬過嗎？買回來要曬過，對。然後要曬大概2天，看天氣，對。太陽曬幾早哈？不用，只要讓它表面的水分有一點稍微的脫乾就好了。對。然後接受好了呢？接下來我們就把它切片。對，那也是看自己喜歡的一些厚度。如果有些人喜歡比較
厚一点，然后我们就切厚一点，对，然后切薄一点也切薄一点，对。然后呢？然后我们就放，先还是一样，食品卫生安全也非常的重要嘛。我们先煮滚水，1锅水哈，让它先过那个水滚了之后，把姜放下去，大概30秒到1分钟左右，就把它拿出来沥干。沥干完之后，我们把水分再擦拭干净之后，然后放到已经消毒干净的瓶身中，然后把姜先放下去，然后再把醋还有糖。还有一些煮过的水，一定要煮过的水，然后开始腌制。对，古时唔讲把吃把糖，然后煮过的水，对，煮过的水不要热去，然后如封罐，就封罐。但是我那边有一点问题讲，头头有讲到讲一天要烧土过的红的，但係早期你講。嗰種唔知個有水洗，講過冇用水洗過嘅紅嘅啦，但是而家都可能有冇用水洗過嘅紅啊嘛。可是嗰種基本應該用 Q 紅嘅，啱用嚟處理啊。其實舊的罐子，其實我們一定要先殺菌過後，讓它晾乾。用殺菌，我哋一般用殺菌。直接放到那個，你找一個大的一個鍋子，然後把它放進去殺菌就好。用有電鍋吧？有電過的話也可以，可以的話至少要30分鐘以上。我一直煮，我哋算是用電鍋嘅30分鐘，然後一直撲走來。一定要晾乾。對。原來係咁嘅，怪唔得我所以都失敗。我想講其實我洗過槍啊，然後嘛洗過澡啊，嗰種讓洗澡冇辦法。對，因為其實表面還是會有一些細菌在上面。嗰時等於如果我按嘅槍嘅後邊嘅，差唔多邊個叫喏？你要吃酸一點點的話，就放久一點點，因為其實我們的那個天然的蔬菜水果裡面都有酵母菌株，還有乳酸菌株。如果希望吃酸一點點的話，再放久一點，大概都會醃2到3天左右，你就可以直接吃了。可能今日節目觀眾朋友已經學我用嚟睇我哋錄下去錄講啊嘛，因為其實唔單止我哋食品安全嚟講嘅話，我哋食品要有營養，同時要講好看，但是也要安全性，其實嘛最重要。今日感謝我哋皮健博士羅向總分享很多安吉菜故事。謝謝主持人，然後謝謝觀眾。休息下，我哋聽下嚟欣賞來強化運動哦。我跟福起來的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